来，过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流感甲新冠两大病毒，拢会伫后礼拜进入到流行的最高峰。不管是大人囡仔，一定拢要甲喙罨挂好条。但是，若是甲小宝宝挂喙罨，就要非常注意因的安全。新北市有一个11个月大的小男婴，过2礼拜就肚脐了。讲因为托婴中心硬甲这小男婴挂喙罨，小男婴是大哭骂吼，结果这个流鼻甲鼻屎甲喙罨过淡去，这个喙罨怎甲鼻孔甲喙连起来袂喘气。当甲发现无对当的时阵，小宝宝已经无呼吸心跳了，家属是忍痛放弃急救。你去看，拍拍手。你要不要拍拍手？11个月大，当你学讲过红衣啊，真活泼。过2礼拜就要做多济，家长拢规划好试周的活动。严格说，雄雄接到托婴中心的通知，囡仔已经无喘气，送病院。家属讲，托婴中心甲讲，呼吸道的疾病最近真流行，爱挂喙罨。老师替囡仔挂喙罨，囡仔无介意怎揪掉，硬甲挂起去，囡仔就开始骂吼。喙罨互目屎也有鼻水浸甲淡去，将囡仔吸一个喘无气。家属看监视器画面，发现囡仔滚两甲倒伫涂骹，老师刷抓准伊是靠界忝咧困。一直到20分钟了后，才发现囡仔已经无喘气，错过黄金的急救时间。确定醒来机会无大，才艰苦签下放弃急救书。由于近期幼儿容易感染的相关疾病进入高峰期，所以中心有告诉家长，让幼儿戴口罩，以保护幼儿避免交叉感染。家属认为代志已经做成，冤分送嘛拢无效，敢若希望会当分享案例，大家一定要加注意细汉囡仔挂喙罨的风险，要求囡仔拍真久无动静，就要有警觉。小孩子的呼吸的力道比较弱，有时候戴得太紧，容易窒息。特别是如果口罩沾湿了之后，口罩的气孔会完全被塞住，这样更不能呼吸的。医生建议3岁以下囡仔唔免挂喙罨，因为囡仔要细汉唔捌会拔喙罨、蒙喙罨，对防疫无偌济作用。就算真正要互囡仔挂喙罨，大人嘛爱加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